如果你係咁樣練 sit up 嘅話，唔怪得知練極個腹肌都冇料到。好多人會用啞鈴或者鐵餅擲住對腳，或者揾人幫手撳實對腳去做 sit up，難度可能會低咗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你會用咗好多你嘅大腿力量同埋髖屈肌力量去幫手做，而腹肌嘅參與咧反而就會少咗嘅，所以就會容易咗。但係個訓練效果其實就會爭好遠。所以如果想有效去訓練腹肌嘅話，最好咧就唔好揾嘢擲住對腳，純粹用腹肌嘅力量去做。如果唔擲住對腳就上唔到嘅話，其實都唔緊要嘅，可以做一個短啲幅度嘅動作，其實都可以好有效果嘅。咁樣做嘅話咧，你嘅力量就會全部落晒去落你嘅腹肌，而唔係你嘅大腿，咁個訓練效果咧就會好啲啦。